咱台湾有袂少所在停车位是真恶找，不过为民众怎徛伫咧停车格咧占位，嘛清在因为安尼伫起冤家。警方提醒，若是以人占车位的这种行为，是爱食罚单的哦。 一个小姐徛伫停车格内底，汽车驾驶北区想要停入去停车格，小姐煞无愿意离开，两个人讲甲冤家，民众用人占车位的行为，嘛互当地人无法度认同。现在不是不能这样吗？因为这样它本身的安全也是会有疑虑吧。用人去占车位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没办法要停当下那个车位。事发伫初六中昼，高雄公山和平公园大林北路边仔，周边路段因为带上火塔，加上瓦公园车位真歹找，初一透早到现场查看，周边停车格拢停满车，部分车辆停伫无画红线的路边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4款规定，行人如以交通平缓之道路坐、卧、蹲、立，足以妨碍交通，可处新台币500元之罚款。用人占位已经违法，警方表示收到通报会依法追查，但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台北。延吉街一个巷仔内底，一个女性杀红的仔车占车位，红赶搁比中载，汽车驾驶气甲提告公然侮辱。第82条规定，行为人在道路堆积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 若因停车位而衍生之公然侮辱等行为，则依涉犯刑法妨碍名誉罪办理。伫闹区还是市区找停车位真困难，但也因为安尼，互亲友先用人占伫车位，恐惊得爱食一张比停车费搁较贵的罚单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台北报道。